Dr. Rock 羅醫生係一個極具創意嘅香港保健科技品牌，旨在為世界上每一位保健愛好者提供真實有效嘅保健產品。公司研發部位於香港科學園，公司喺科學園設有專業嘅研發團隊，將日常生活健康護理同埋石墨烯理療技術緊密地結合起來，令到產品變得更智能、更有效。Dr. Rock 有多達10幾年高科技電子健康產品嘅獨立創新研發、設計、製造經驗，並且擁有多項發明、實用、外觀專利同埋國際設計大獎。特別喺光電磁波頻方面嘅研究，有豐富嘅經驗同埋獨特嘅見解。Dr. Rock 產品除咗香港銷售之外，我哋亦都喺內地、台灣、新加坡、印尼、美國、英國、丹麥、加拿大、澳洲，我哋都均有銷售。喺香港科學園 ，Dr. Rock 有專業嘅研發團隊、研發設備，喺追求技術卓越方面更具優勢，為客戶喺市場上提供優質嘅理療產品。我哋嘅產品特點係採用咗全真熱能注入技術。天然紅邊石結合石墨烯布發熱，人體安全低電壓輸入，絕非高壓絲發熱，無有害電磁波。石墨烯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，21世紀生物醫學革命性材料，能釋放出對人體有益嘅遠紅外線和負離子，可以改善微循環、舒緩身體疲勞等。邊石被稱為能治病嘅石頭，運用邊石治病嘅醫術稱為邊術。邊術係中醫6大醫術之一。邊石含有30多種有益於人體嘅微量元素同礦物質，20多種抗衰老元素。邊石可以發出對人體有益嘅遠紅外線和超聲波。太一池能量石係一種天然嘅能量石，可以釋放新生活力。據研究，佢嘅滲透率極強，具有一種獨特嘅能量頻率，可以對人體生物磁場進行調整和平衡，對人體健康極有幫助。太一池能量石亦都被稱為防輻射嘅石頭，能減少輻射對我哋人體嘅傷害。PEMF 脈衝磁場，我哋係用咗3個波段，包括有日間模式12 Hz， 呢個波段咧係幫助我哋提升能量同埋提神。夜間模式7.83 Hz 係幫助我哋有效放鬆，幫助入眠。至於2 Hz 就係深層睡眠模式，能夠改善失眠，提高睡眠質素。我哋專為光療、熱療提供純天然材料製成嘅溫熱便攜式智能理療工具，無痛、非入侵式係我哋嘅理療特點，激發身體嘅治癒力，改善血氣循環，提升能量和免疫力，提升理療效率，在家在外均能使用。純天然邊石石墨烯遠紅外線溫熱鎮痛槍、熱護睡墊、百變墊、復健儀等系列產品，能有效緩解人體各種痛症，消除疲勞，恢復機能，提升人體免疫力。